一周才有一节资讯课，如何让小学生把握学习？郑伟老师配合教育部 AI 跨领域的扎根计划，将这片数位控制的电路板自己开发教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很多元件都是这样被制作出来。课堂中还拉小提琴，深刻体会电子音乐效果和实际演奏的差别。强调，虽然 AI 大举入侵，不过因为人有感情，不会被冷冰冰的机器所取代。今天只要你的能力够强，你就不会被 AI 怎么样被取代。音乐跟资讯结合，就是刚刚好，因为我们做影片的时候是需要用到音乐的元素。那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我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影片它是需要用到什么音乐，很精准的放进去，那整个气氛就会好。学生需要 AI 素养的引导，相对老师也得迎接教学挑战。曾伟为了找回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并随时和老师有连结，特别化身 YouTuber 经营频道，将本身音乐的专业融入资讯课程，甚至还有猫咪魔术秀等生活魅力。用心的老师真的很不一样。老师常常会上网抓一些图片，或是影片，或是音乐什么的，来让我们知道那些的原理。对我的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学习到电脑的应用程式，还有它的用的方法。它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就是它除了会有自由活动，让我们比较放松，在电脑课就是更会想上电脑课。下课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去看老师的那个教学影片，或是他的自己拍的那个小影片，然后让我们更了解他。我不管是在做我们电脑课的专业的教学知识影片，还是比较日常生活要引学生注意、拉近连结的生活影片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很快连着这就是一个 YouTube 的老师做的影片，然后就开始会有共鸣。年代的我们不管教什么，他们都很容易、很愿意、自愿的吸收。曾伟除了在课堂中专业付出，也热忱协助学校制作走读教育等成果影片，充分感受学生对他影片产出的期待和回馈。也让他获选114年度台南市 Super 教师国小组首奖，校方也与有荣焉。比方说，我们帮学校制作走读教育的介绍影片，或者是运动会的影片的时候，学生的回馈都非常的踊跃，然后让我有充电的感觉。甚至有学生说，现在学校可能运动会一结束，第一件事情马上搜寻影片出来了没有？那我们的走读教育阅读推动做得不错，那我把这些老师们辛苦的成果集结成一部影片，我们找一个安庆的同学当小记者来贯穿全剧，给小孩一个发挥的空间，也可以让老师们觉得哇，我们辛苦做了这个东西，有一个影片的结晶，我觉得这样感觉很棒，连结大家。曾伟老师原本是主修音乐，可是他自己却不受限，他深耕资讯，那也透过资讯的教学获得很大的成就感。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既然不能够阻止小朋友来观看 YouTube 影片，那我就让 YouTube 影片呢充实它里面的内容，让孩子这个学习不受限。台南市 Super 教师曾伟用科技陪伴学习来翻转教育，也期待看到更多学生的成长和改变。Super 老师，记者郭英吉台南报道。